劳动部5月19日嘉义县体育馆举办人才活动，计共23间厂商要提供723个工作机会。其中，伫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的厂商，搁再开出1个月12万的薪水，要找无人机的软体工程师。无人机的软体工程师，哪看资料哪来写程式，刷来搁爱去外口测试无人机。伫嘉义县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内底，有厂商要找工程师，开1个月12万的薪水，希望会当吸引想要倒来故乡做工课的人才。主要这些高端人才都是被一开始学校毕业就被大厂抢走了，那必须要用到高薪一点的那个条件，才有办法请他回乡来就业这样。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家南分署19日嘉义县立体育场举办人才活动。23间厂商提供723个工作机会。埔主就业中心讲，嘉义县未来会成立科学园区，相关产业的人才需求会愈来愈多。未来嘛，朝后这边真侪科技厂商的加入，以后佫有迄个太保的科学园区等等拢会做侪厂商的回流咱也希望讲豆会当吸引到这离乡的青年能够尽量的能够回家的就业。目前来说是算还不错啦，算还不错。只是说未来的话，发展应该会蛮有渴望度的。嘉义县目前正在发展无人机的产业，相关的业者伫学校毕业进前先开始找人。业者表示，无人机的用途真宽，会当用伫军用、商业、农业、运输等等。无人机的科技嘛一直在发展，未来真有前途。不过业者表示，因开1个月12万的薪水，实际上来应征的人并无想的遐尔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